好啦，乡亲朋友，hier看过後啊，全都係呢夫妻來嘅節目嘅現場，今邊來講到嘅是草骨神經刺嘅問題，還有下背囊刺嘅啲問題咯，嗬，也真係很樣嘅哦，也係想喺針對啊節目當中，我日日再來請黃醫師來留鄉親朋友來講到，頭先講到一個下背囊嘅問題哦，嗬，哎呀時間咧嗬，你頭下嘛會痛嘅下，我嘅樣嘅處理咯，嘅動重要嘛，頭下嘛講要處理好，嘅即唔是講個幾見來見人衝咧。係啊，係啊，那預防吼係開始嘅處理真正當重要。開始嘅下按樣嚟做處理咯。一般來講吼，喺肌肉嘅問題吼，作為係本着按呢處理原則啦，看吼，在急性吼，開始家下偏人動痛，有人吼，綁到家下吼，唔會停痛，你唔會愛衰又衰唔停。你要表嘛個紫色張唔會痛啊，開始家下動痛家下吼，你做得好，做嘅它的反應係紅腫熱痛啊，你要重點就係唔愛請先生，係請先生，冇談廣告，你做愛手癢，愛止痛手腫，手癢止痛手腫嘅三種按樣嚟做，也係請手癢吼，你做得細細的手癢咪有嘅，哦，手癢咪。有嘅止痛嘛，做得些些止痛藥嘅，係止痛手癢家下作為自家作為手腫，安尼吼，開始嘅治療就是冇好變到動痛，冇辦法做事，冇辦法生活下去。都一樣啊，都影響到人嘅生活，也都影響到急性期嘅時節咪嗬。嗰撒下來應該講到嘅就係想講也嘅嚇唔會按痛嘅時節，也係講痛嚇叫嘅時節咧。係啊，要開始嗬，按住止痛手癢家好，大部分嘅病人按嚟做好嘅，但是佢冇完全好哦，因為人綁到啊，嗬，也按嚟嗬，一段時間再慢慢嚟好。但是有人老到幾好誒，要開始做事啊，要來，有時間嗬，你做冇嗬太做啦，冇太做，佢慢慢誒做會好。但是哦，慢慢的嗬，有個人嗬，以為哦，還會有一些的痛一直困擾他，按嚟嗬，你做的檢查，喺那一條肌肉嗬綁到，就要針對迄條肌肉嗬做治療，慢慢的按嚟嗬，在慢性期嗬，喺冇好按嚟治療嗬，嘅兩個的問題就停定落。古所也嘅見用去幫到鏡頭去幫到嘅時節，然就愛對大家講到手癢止痛、手腫各方面，慢慢嘅一步一步好好嚟做咯，嗬。做好過後當然哦，就看唔會有一個後續嘅問題，也就會講到係會痛嘅時節嘅一個處理嘅方式來幫大家來知道咯，嗬。好，一按樣講到過後咧，也係現場有天發先來接嗬，先來接又係東勢嘅劉小姐，嚟東勢劉小姐嗬。喂。係，有乜嘢樣嘅問題啊？係，大家好，劉小姐，黃醫生好。好。嗱，愛問嘅問題係乜嘅？是咧，出講嚟講。我睇咗頭前嘅小姐咁款啦，我差唔多10萬年前哦，都嘅腰骨啦，將近規身攏當艱苦，動一下就一條都變憂鬱症哦。每下吼都有做復健啊，做牽引腰椎啦，頸椎。我原來嘅吼嘅動了，我來到家人咧啦吼，我都不舒服咧。陸陸續續哦，就做2-3年，東安個體，東去過去做神經科工作，都係冇教我你都當唱，好像用當吃力就行路行得啦。我就係憂鬱症了，我就順着做檢查了，有個密閉空間啊，叫恐懼症啊，我就順着做檢查，連早一個都講我都順唔夠這個醫。好，所以靠你咗。咁來請醫師來講到。醫生咯，同樣開業啊，我做個醫。好，按落來。係啊，好落來，好落來，好嗱，有嘅問題哦，咁先來了解咯，接下來哦，先來接一通嗬，新竹嘅總小姐。主持人好，王小姐你好，还有王医师你好，我想請問一下哈，我朋友在一次的拉的姿勢當中哈，他就受傷了，可是他在受傷的時候，現在都坐輪椅，那他有一個問題就是說，他
从轮椅要起来的时候呢，就很痛很痛。还有一个就是上厕所要起来也是很痛，在床上要起来也是很痛。那我们想明了说，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要如何去帮助他？谢谢。好，来安子说吼，有问题呢吼，俺都先讲呢，先来回答2种问题，然后第一个部分吼，也其實佢係要特別要講嘅也嘅講空間嘅問題吼，佢都同講也個密閉空間嘅也個問題，故所佢同到檢查做唔到做，像佢按樣嘅情形啦吼，王醫師如果建議按樣嘅去處理。佢提咗嘅病人咩度到啦，佢愛詳細檢查啦，但是按照切莫低度哈，诊斷疾病是不適當的啦。但是呢，有建議就體育，看病呢同樣情形同樣都會同意講啦哈。跟密閉空間的這個幽閉症哈，跟冇辦法做核磁共振檢查。冇法做。它是密閉空間，但是以為醫院哈有較好嘅核磁共振，佢係開放嘅，但是台灣我冇談過唔夠啦，國外有啦，你做得做電腦斷層，電腦斷層嘅檢查，但是呢，我做乜嘅檢查冇重要，我看專業醫生較重要。你說前嘅神經外科、骨科嘅專門看兩骨嘅嗬，專門看兩骨嘅神經外科。但是睇一隻病人嗬，佢有衰唔睇，佢有腰痛、肩痛、按到嗬，我想技術拍啱條咩衰唔睇，啱條咩衰唔睇，加做當較複雜的，詳細檢查，排除一些纖維肌炎他憂鬱症哈，安尼個問題，跟某一天係憂鬱症啦，哈，但是做得做電腦斷層，而且可以那個請醫師哈建議要不要做第一那個檢查，那個我覺得復健暫時先停掉看看，因為你做復健好像聽你的狀況，做復健冇做復健還差唔多，而先看現場，診斷係乜嘅原因造成安尼痛。像結天樣啊，治療也通，安尼較重要。好，嗰時候都係按樣嘅部分嚟做一個建議。佢天一集嘅這個病人啊、水燈啊各方面，空氣來都會通。因為嗬，講年紀大啦，我想嘅睇嘅病就係骨質疏鬆性壓迫性骨折。佢一家痛係當痛，非常嘅痛，佢要空氣啦，坐要空氣啦，所有空氣啦。就非常的痛，一病人有一年痛到按不得會嘅我卡喺上嚟全部唔掂，一天夾一帶到去看先生，唔係講老人家就會痛，老人家就會骨刺，唔係，那鬧到佢係骨質疏鬆性的骨質疏鬆性的骨折，造成他的疼痛，你治療一下當簡單，所以大約1-2年就會治療好，但是要詳細檢查。尤其係核磁共振嘅檢查一定要。好多也部分係可以醫院本身上可能做檢查一下，意思嚟講可能佢係乜嘅樣嘅問題，唔過係去檢查下，按樣下清楚到嘅咩嗬。好，嗰時下來係繼續要填翻嗰來就有啲台北嘅彭小姐，係彭小姐好。喂，做按摩醫師乜嘅問題？你好，你好，我唱高雨神哈，主持人我唱高雨神哈，我兩腿哈。兩邊抬腿嘛會麻，兩邊的抬腿哈就麻好幾年，我還不到60歲，不曉得是哪方面的問題。有一般醫生來做過檢查也得嘛？沒去檢查過呢。冇去醫過係嘛？冇去做過檢查，就是往年的健康檢查哈。好像都說沒什麼問題，就說我骨質有疏鬆，可是我兩邊大腿哈，就會麻麻痹痹啊，麻痛啊，這禮拜去本也按摩一次也沒有用，去針灸也沒有用哈，可是我走路還可以，我膝蓋也會，我跳遠力跳了20幾年，膝蓋也會痛。好，有問題就按樣起，先落天花講聽，家聽面請醫師來，然後講到咯，嗬，嗰時下輪過來就係花蓮嘅劉小姐。來花蓮劉小姐好。你好。嘿。我是那個
腰骨的问题。我要听国语哈。嘿，好，我是那个腰第4节向前滑脱。向前滑脱，现在一走路或者站着6、7分钟，那个左脚就痛。好，大概您的问题是这样子了哈，那我们就先把电话挂掉，我们请医师来给您做个回答哈。好像也下就2只个问题综合性的，也係講愛分開來回答。主要分開來了。好，兩種分開來。好。第一種係哈，給那個第4、5腰椎的前滑脫哈，一般來說壓迫神經腳就痛，然後它就站不住，一般是要尋求4、5腰椎滑脫。如果症狀到這種程度的話，你可能做其他的治療可能沒有辦法，你這個是要尋求外科的治療。那現在這4、5腰椎的這個治療哈，這個健保全面給付，就是要做脊椎固定融合。不要以為脊椎固定融合聽了都很怕，大酸的啦啊，你要會癱瘓嘛。一般來就現在這個手術對一個正常的脊椎，就是一般的脊椎科醫生來說，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手術，而且它的風險也不高啊，因為他講國語啦，我就講國語，風險也不高。然後呢，他的這個治療的成果也非常的滿意啊，一般病人都非常的滿意，所以你可能還是要尋求外科的治療，但是你要找就是稍有經驗的醫生來執行這件事情哈。好，但是滑脫是不是一定要治療？這還是有很多的討論空間，不過還是要經過醫師來判斷。那至於這個體的평균嘛，量級叫個 B 哈，叫 B 的原因當多啦哈。像人跳舞跳按度，哈，你就講人家膝頭會痛，膝頭會問題。大部分做係膝頭的退化性的關節炎，你跳土風舞係不適合的一個運動模式，就是因為佢磨損太高誒，你不要再折磨你的關節，不要磨高下去。但是退化性的膝頭關節炎今後冇開流腿，冇開散。這是禁忌。而做其他運動，佢哋都水地度嘅受水做較好，你膝頭就唔會負荷咁重啦。哦，而家腳會痹嚇，腳痹嘅原因當多啦。有嘅人嚇糖尿病咪會痹啊，就是周邊神經病變，咪會痹。但是你有膝頭嘅問題，有嘅膝頭問題係兩個來嘅。第三天先冇才神經習到膝頭痛。但是有比膝頭有會痛你做怕行去做較進一步的檢查。第二，腳痹係哪地位來嘅？係神經來嘅，還係骨質習到神經？係哪地位來嘅？結聽冇見做復健唔係哪地位來嘅痹，唔係哪地位來嘅痛就變緣木求魚。真是老話一句有症端將有治療，而第哪地位來嘅病，將比用嘅治療將為好。好，古時都講到有可能起碼嘅用嘅也部分嘅原因，不過做唔得確定啊，有冇看到人還係去做檢查啲原因，將來做治療，用係一定好嘅好，就問題就回答到先到了位來歇困下聊下來咯。